歌手謝安琪近日同老公張繼聰響佢哋嘅社交平台都分享咗同一條片，片段所見佢哋兩個人都身處海旁，阿 K 仲手持咪高峰演唱《乘風破浪》，而阿繼聰就負責伴奏，兩個人仲不時情深對望，十分之 sweet 喎。即使會有萬個滔天的巨浪。而阿 K 亦都有留言話，響呢個熟悉嘅海旁重新唱起我哋嘅《乘風破浪》，我哋嘅婚姻裏邊最浪漫嘅部分，從來都唔係嗰啲驚濤駭浪，而係你張繼聰眼入邊不曾改變嘅專注，亦都係你提起吉他，靜靜響佢嘅身邊彈奏嘅和弦。哇！佢哋兩夫妻真係放閃到人都盲啊！而且相隔冇幾耐，佢哋又再分享佢哋喺屋企重新演繹電影《484家族》主題曲《If I Don't Remember》。今次更加有女兒張靜負責打鼓，一家三口夾 band 相當之溫馨啊！而且期間佢哋隻狗更加亂入搞搞震添。即使渺小，節奏中被干擾。阿 K 仲留言話，從電影走到生活，從舞台翻到我哋屋企客廳，最動人嘅演出從來都唔在乎地點，因為生命入邊最珍貴嘅旋律都響日常裏邊循環播放，去到邊度就係舞台。佢仲感謝囡囡同埋老公陪伴同埋參與，更加話佢哋係佢最好嘅樂手，佢哋呢一對家庭 band 科認真夠晒溫暖啊！